丰台内对昨下晡4点开始，伫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部分停车场拢已经开始管制，车敢若会当驶走，袂使阁驶入去。若暗时8点，车主无去刷车，车就互拖走。超商店面一只号地高机卷起来，刷到地板车顶。红叫做全台位于下美丰台的超商，莱尔富沙丁堡比提店是由3个大货柜倒起来。也毋过因为位伫香水区内丰台开闭来时，毋若超商的货无甲期待爱刷走，就连超商本体也爱退出提防。差不多4个小时内要把它撤出，在它规定时间把门市撤完之后，然后让他们把我们的货柜给载走。意思就是他们进行一个演练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关来视察水门，因为丰台来时拄到年度天文大楼河川8楼水位会比平常更较悬，所以台北市河堤疏散门、新北市恒基门甲所有的堤外停车场下到4点过了后，车辆只出无就有民众提早关来刷车。有收到讯息啊？收到讯息。对，所以赶快来移车。新北市23暗10点下关恒基门，台北市是24透早1点下关水门，上班拢是暗时8点开始会拖掉滞留车辆，无刷走的可能也会面临罚款。车辆没有移置的话会被罚款，机车部分是新台币1800块，那小车是2400块，大车是4800块。那我们同步的周遭的整个红黄停车就会开放。因为开辟丰台路径已经发布，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升级为立即开设，各区灾害应变中心也同时成立。强化丰台经济启用的废水水库灌水专供会派驻用场，会采用废水水库灌水，确保丰台期间做来水的水质甲水流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